好，来继续来看全台湾37个死刑犯申请大法官解释死刑是毋是违反宪法。宪法的法庭昨举行着5点钟的辩论，讲被害者的家属有高达96%反对废除死刑，甚至有被害者的家属来批评，讲讨论这个废死就是沽名钓誉，就是讲咧做名声是政治操作。法务部嘛强调讲，大多数的民众反对废除死刑，也毋过大法官是摕同婚甲通奸除罪来激励，讲当时嘛违反着民意，但是宪法法庭上尾也是做出着解释。大法官来反问着法务部，是毋是一定爱甲民意来妥协呢？看起来这大法官废除死刑的立场，那像是真坚定。我每次开庭，我都会带着他。台南台警察的案件，一审判嫌犯死刑，孙捷冤警的阿姊在小弟的警察制服，和另外一个孙捷冤警的阿姐，拢认为讲判死刑是家属应得的证据。严过宪法的法庭为着死刑违宪来辩论，家属认为讲废死是专造名声，甚至是政治操纵。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斗相共发声，因为精神病的这个问题，那鉴定的结果就让他免于死刑。那这个鉴定制度又很有问题，所以他们对这一部分是很有疑虑。访谈3档内重大案件被害者的家属，支持死刑的有98%，比一般民调的80%也搁较悬。理性宏观无互情绪影响，废死是目标，也毋过台湾也未准备好。刑法并不是绝对是相对的，这个都有很多这个研究的哈。不过，除了这种成本效益的概念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规范的效益，也就是你做了什么事，你要不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法官认为该死就判死，量刑时便一再使用人神共愤、天理不容、罪无可逭、令人发指一类缺乏客观标准的情绪语言，提供了死刑不理性的证明。对死刑准废，台湾立法和行政机关也无共识。支持死刑的民意超过反对的真多，严过大法官是安尼问法务部。大法官呢，曾经很明白的跟民意不同而做出同性婚的解释、通奸除罪的解释。难道我们大法官不可以做宪法教育的解释或裁判吗？一定只要跟民意有关，就绝对要和民意来妥协。全国法务部强调死刑合宪，也指出日本甲韩国同款有死刑，更加强调大部分的国家透过立法或者是修宪定数废除死刑。经过宪法法庭直接宣告死刑违宪的真正无多，双方的态度拢打真硬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